歡迎你翻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我係阿 Ben。今日同你分享嘅係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嘅幾本代表作《倦怠社會》、《他者的消失》、《沉思的生活》或《無所事事》同埋其他相關作品。佢嘅書喺國內已經出版咗20幾本，每一本都唔厚，有啲係去到100頁，不過內容彼此呼應，圍繞嘅核心係時代病。佢嘅作品被稱之為爽哲學，呢一個稱號有褒有貶。正面嚟講，係因為佢嘅文字短促鋒利，能夠利用極簡方式直指問題本質，好似爽文裏邊嘅高手，一招擊中要害。負面嚟講，就係因為佢唔似傳統學術文章咁有完整嘅論證過程。有啲哲學研究者就擔心呢一種寫法好似短視頻，容易讓人停留喺淺層理解。雖然韓炳哲受嘅係正統歐陸哲學訓練，但係佢唔行學院派路線。佢嘅文風近似尼采，亦都有法國專欄作家嘅影子，例如鮑德里亞、羅蘭巴特等。佢嘅語言精煉、銳利，有人形容佢嘅書會讓你好難只係畫一句説話，因為每句都好似金句。咁係同佢優秀嘅文學素養密切相關。佢經常引用哲學、小説同藝術作品，令到哲學更具文學性。呢一種文學性唔係抒情或者講故事，而係體現喺節奏、張力同美感上面，讓佢嘅文字飛得更高更遠。書裏邊講到我哋普遍嘅精神怠倦、生活同工作變形，同埋無論成功與否都感到嘅焦慮同空虛。呢一啲現象唔單止從屬於某個地區，而係全球性嘅問題。韓炳哲嘅分析指出咗呢一啲問題嘅成因，亦都提醒我哋自身行為係點樣強化咗呢一啲不快樂感。雖然佢講到好多哲學概念，不過會盡量用日常語言嚟解釋，只有喺影響理解嘅地方先至會稍作說明。跟住落嚟會介紹韓炳哲其人同埋佢獨特嘅文化背景點樣形成佢對當代社會問題，特別係倦怠現象嘅理解。最後亦都會講下外界對佢嘅質疑應該點樣看待。就好似好多哲學家嘅故事一樣，韓炳哲係被一種內在嘅感召帶入哲學嘅。佢原本係韓國人，本科讀嘅係首爾大學嘅冶金專業。喺紀錄片《倦怠社會》之中，佢翻到去母校，翻開當年最後一本嘅冶金書籍，笑説話而家已經睇唔明啦。當時佢22歲，經常喺校園裏面仰望天空，覺得天空非常漂亮。佢話：我唔想喺咁樣嘅天空之下做一世嘅冶金學家，我想要更加哲學咁思考生活。呢一份召喚讓佢對父母講咗個大話。佢攞住工業大學冶金專業嘅錄取通知書去到德國，不過其實早就決定去讀哲學、文學同神學。嗰陣時佢冇錢，食唔慣德國嘅飯菜，幾個月只能夠靠麵包同果醬為生，講德文亦都唔識。不過幾個月之後，佢收到弗萊堡大學哲學系嘅錄取通知。佢冇詳細去講嗰一段日子係點樣捱過嚟，只係講咗一句：想學好外語，最好就揾個當地嘅女朋友。結果佢嘅德語進步飛快，順利完成咗博士畢業。去到今時今日，佢嘅德語已經係母語，而韓語反而講起上嚟會甩甩咳咳。而家佢係柏林藝術大學嘅哲學教授，不過同其他教授唔太一樣。佢話自己可能係一個太活潑嘅哲學教授。咁唔係話佢有幾活躍，佢其實係極少受訪，公開露面亦都唔多。佢嘅活潑係指佢發表觀點嘅方式同傳統學者唔同，更加關注現實，而唔係淨係匿喺書齋裡面做抽象論證。佢就好似候鳥一樣，每年冬天都會返去韓國探親。相比柏林嘅清淡有序，韓國節奏就緊張得多。佢觀察到喺韓國隨時都能夠見到瞓緊覺嘅人，地鐵就好似臥鋪車廂，大家都捉緊時間要休息。咁背後反映嘅係沉重嘅工作壓力同精神透支，每年都有幾百人因為過度疲憊而死亡。呢一個唔止係韓國嘅問題，而係全球普遍現象，尤其喺競爭激烈嘅社會之中更為明顯。韓炳哲指出，韓國幾十年間從貧困農業國變成發達工業國，呢一種快速發展讓整個社會充滿趕迫感，而我哋亦都被呢一種節奏壓得疲憊不堪。咁一個以追趕同發展為日常動力，但係又讓人普遍感到疲乏嘅社會，係咪就係佢所講嘅倦怠社會呢？呢一條正係佢試圖回答嘅問題。我哋可以從兩個層面理解倦怠社會，一係規訓社會，另一個係公職社會。所謂規訓社會係來自福柯嘅權。加入創業家會員，
同我哋踏上連續創業終身學習嘅旅程。成為會員，你可以足本重溫全部內容，系統吸收最重要嘅知識，人工智能、網絡營銷、團隊管理、個人能力，全部一次過學齊。我哋唔止教知識，更會定期安排見面同交流，互相督促，互相學習，一齊進步。創業家係一個你將來會慶幸自己早 subscribe 嘅 channel。會員專享包括 App 嘅內容庫、超過600小時實戰影片、超過300本讀書精華、專屬課程與工具包持續更新，每年3次個人諮詢，針對你嘅實際難題落地解決。如果你都想穩步升級，請即刻 Subscribe 撳埋通知鐘仔，支持我哋營運，立即加入創業家會員，